恭喜爱做阿公了，是唔是当欢喜？阿妹讲啊，爷娘像蛮子，阿公像长孙，咁有样。这人会记到欢喜，我就欢喜啦。嘿呀，嘿啦，阿公，上拜是哪样事做健康检查，还记得冇？我想看啊。当中3年人了。哦，给阿公爱过做检查嘞，一下年满65岁以上，当年都做得检查一摆，卫生所也为每个礼拜1、3、5早晨都有免费嘅成人健康检查哦。请问检查以前要注意哪条事情啊？检查前1日嘅按部12點過，就做唔得食東西。檢查當日早晨，咪唔好食早，要空心度來檢查。哦，請問空心度嘅時間要安長嘿？係呀，也要請阿公看原來單位哦。檢查日當日早晨8點10分就開始提供出血服務，唔會本唔等太久啦。因為一項健康檢查，我哋要出血，除咗基本嘅身體檢查同健康諮詢以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血糖、膽固醇、血脂檢查，一條項目都會做到。哦，按住這哦。